I can't live stream. Oh no.喂，出来了啊 ？OK， 好，先把那个。先把草原雄鹰和菊花二小的搬了。草原雄鹰的，来，小朋友们来一起上。那个菊花二小的小朋友来一起上，两个都一起上啊！因为下雨了啊，咱们以这个最快的速度把奖先搬完了，别给孩子淋着啊！来，都上来，来！哎，你们两个队往里头站。那个谁，小海呢？还是他？直接放，直接抓紧发了。现在颁发2026年青城杯第3届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，U8、U9优胜奖，菊花二小草原雄鹰俱乐部。好，请 U8、U9草原雄鹰和菊花二小的教练员上台颁奖领奖。来，鼓掌！来，小同学鼓掌！看前头。现在颁发 U8、U9年龄段第3名，北京兄弟连俱乐部。这边叫对比哈，这个咱们。Okay. Which minutes?
你本来就是在我后面的，这不是的。不对啊，应该是26、24。咱们每天上午量好的数，应该是46、24。还有同学呢，还有。来，准备3、2、1，把牙齿露出来，笑。你俩往前，你俩往前点。咱们不是。来，准备，跟着教练走。3、2、1，笑。现在颁发U8、U9年龄段第2名农大附小 B 队。往里看，往这儿看。Aí, vou fazer uma live lá no Instagram, tá? 3、2、1，笑。现在颁发U8、U9年龄段最佳守门员农大附小阿莫尔。对，就是这，你自然翻。靠我来，来，3、2、1，然后打这就是看我这儿，看我这儿。就是才全部打散的，就是然后打。也是他，最佳射手也是他。他是最佳射手跟那个3名都给了一个人，都给一个人吗？哇塞，不给了吗？最佳射手。OK。还需要别的一个人吗？可以给别人的，可以给别人，可以给别人，一个也可以。他就问了。 Чамцаа. Жон ходроо зогсчихоо. Аа, жон ходроо зогсчихоо. Зүгээр зогсчихоо шүү дээ.
八块。现在颁发加菜。 2020年青城杯第3届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U8、U9 年龄组冠军布加诺德俱乐部。中国人加中国人。现在颁发 U8、U9 年龄段最佳射手。举起来，举起来！布加诺德俱乐部19号，安达，阿南德，安南耶！举起来，举起来！现在颁发最佳运动员布加诺德98号。 你跟他说那是最佳教练员。 감다 들어가 하나 됐지. 자, 디샤라 하겠어. Merci. Peki, abi,